大家好，我今日咧要講嘅題目咧，都係相當之敏感嘅。咁我自己都考慮緊應唔應該講。首先咧，我對我今日要講嘅呢一個教派咧，坦白講，我唔算係相當認識，因為佢唔喺香港流行嘅一個教派。其次咧，亦都係最主要嘅原因咧。喺幾個月之前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嗰啲 forum 或者 group 咧，好多即係坊間好多師傅啦、大師啦，就會攞呢一個題目嚟互相攻擊咯，即係作為互相攻擊嘅其中一點啦。咁我自己就好唔中意去涉及呢啲咁嘅紛爭裏邊嘅，因為我都想靜靜地啦嚇。所以我之前都唔敢講啦。咁但係而家嗰幾個月，我相信大家又理性啲啦，同埋咧。最主要嘅係，我今日要講嘅呢一個，即係呢一個教派啦，佢嘅前身同道教，同香港嘅道教係息息相關嘅。大家可能知道我最喜歡研究嘅其中一個題目就係香港嘅道教歷史啊嘛。我會話咧，今日要講嘅呢一個教派嘅前身，其實喺50至70年代咧。喺香港嘅道教咧，佢係最重要嘅一個道派添。好啦，唔好賣咁多關子啦。今日想講嘅係邊一個派別，邊一個門派咧？一貫道。而今日想討論嘅題目就係一貫道咧，究竟係唔係邪教咧？因為點解咁講咧？就唔係我講啦，就係而家坊間就係頭先提嘅爭拗裏邊咧，大家好多時候就係攞住呢一點咧，就會話即係嚟攻擊對方咁樣啦嚇。呢一個咁敏感嘅題目咧，我戴定頭盔先。我就今日去同大家分享一啲我認識嘅一啲知識啦。咁自己大家就自行去判斷呢個題目啦嚇，咁樣安全啦。好啦。首先咧，我哋如果要提呢個題目啦，不如我哋先講乜嘢係一個邪教咧？點樣去定義一個邪教咧？咁你先可以答到我頭先個問題噶嘛？大家可能知我係讀過宗教研究啦，但係喺宗教學上咧，你去定義邪教咧係相當困難嘅。點解咧？首先我提一啲邪教嘅特徵，大家可能都聽過嘅。譬如佢話呢一個宗教，佢有冇做一啲反社會嘅行為咧？即係會危害社會咧？第二，佢有冇去做一啲所謂精神操控咧？即係譬如對一啲信徒有冇做一啲洗腦式嘅傳教咧？第三，佢有冇好主張個人崇拜咧？個人崇拜意思係咩？即係話。即係佢會好多時候啦嚇，即係嗰啲教主咧會話自己係某某先聖、某某先佛嘅化身嚟嘅，或者係某某真人話自己，咁咧就叫啲信徒咧，你崇拜嗰個人就唔係崇拜嗰個宗教嘅神明咯。咁如果符合呢啲特質，當然唔止呢啲特徵嘅嚇，咁係唔係就係一個邪教咧？頭先講嘅呢啲咧，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一個邪教嘅特徵，但係事實上咧，喺宗教學上又好難去定義，或者喺某一些宗教嘅協會裏邊又好難去定義呢樣嘢。始終宗教信仰唔係科學啊嘛，即係你會話佢可能做好多活動，佢係咪危害到社會咧？佢係唔係有即係個信仰裏邊佢係咪洗咗腦咧？咁樣係一個好難定義嘅東西嚟。所以咧，我哋只能夠點咧？而家我哋去定義邪教，只能由政府，即係可能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方管理裏邊，由佢嘅行為，即係佢有冇借呢個宗教嘅名義嚟做一啲譬如危害社會、危害生命或者損害人哋犯法嘅行為咧？如果有，就由政府去定義呢啲係邪教組織咯，好簡單啦。但係又有一個問題喎，如果譬如我舉個例子啊，譬如喺一啲原教旨伊斯蘭教嘅國家裏邊咧，
嗱，佢未必會用邪教嘅，佢會定義西方嘅其實基督教係一啲異端嘅宗教。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因為伊斯蘭嘅國家係咁樣定義，你又係話耶教係邪教呢？咁呢個絕對唔可以啦。咁所以呢個又唔可以因為某一些地方嘅定義成為咗一個普世價值嘅一個咁嘅推斷㗎嘛？好似好複雜咁先講到。好啦，嗱，簡單啲講，如果我哋係一個國家嘅公民，咁我哋絕對係最簡單最直接嘅就係由政府去定義某一些教派或者團體係唔係邪教組織咯。咁因為你要遵守我哋國家自己嘅法律㗎嘛。好啦，咁簡單啲講啦，翻嚟啦，一貫道係唔係國家已經定義咗嘅一個邪教呢？嗱，其實呢個資料唔難查㗎。我哋自己國家官方係有反邪教網，裏邊係有嘅。由80年代至今咧，只係定義咗25個組織係邪教，當中唔包括一貫道，即係話一貫道喺我哋中國嘅法例裏邊咧，唔係邪教。好啦，聽到呢度你又會即刻，咪住，你又錯啦。喺舊年嘅年底咧。咁有一啲台灣嘅一貫道喺大陸被捕咧，就好似甚至乎判咗無期徒刑添。咁即係話一貫道係犯法啦，咁即係邪教啦。呢個問題又複雜啦。佢又唔係邪教，喺大陸裏邊咧有一個名字叫做反動會道門。嗱，會道門係3樣嘢啊，乜乜會、乜乜道、乜乜門咁樣。呢一個名稱大家聽到反動呢個字咧，可能已經大概聯想到佢有啲歷史嘅背景。嗱，呢一個問題我陣間先講。不過咧，如果要講呢個點為之反動會道門咧，我相信咧，我哋又要從歷史去講。咁所以咧，我哋先跳去講一講一貫道嘅起源，然之後我哋先再講下呢個一貫道有咩特色啦。然之後就大家去判斷佢係一個乜嘢嘅宗教。好啦。嗱，頭先我提過嘅一貫道嘅前身係我哋香港道教發展最具影響嘅其中一個門派，係邊個？先天道。嗱，先天道咧係好值得去講㗎。我相信如果大家唔怕悶，咁我就下一次另分一集專係講香港嘅先天道。簡單啲講，如果大家成日聽到好多叫齋姑啊、齋堂啊，嗰啲梳起唔嫁嗰啲姑婆屋啊，其實好多都同先天道有關。嗱，先天道咧，大概幾時成立咧？咁大部分學者會認為佢係清初啦，由順治嘅時期已經成立嘅一個地方嘅一個民間信仰。所以咧，因為佢嘅歷史唔同道教、佛教呢上千年以上嘅宗教啊嘛。所以會話佢一個新興宗教啦嚇，喺呢個即係宗教學上面定義。嗱，佢嘅成立咧就佢係有少少依據佛教嘅，因為佢會話自己嘅祖師第一代，即係頭嗰6代咧，其實就係禪宗嘅六祖啦，即係由達摩去到六祖慧能啦。咁呢個陣間我去講呢個一貫道呢個特色嘅時候，我先再分享啦。咁總之佢頭嗰幾個咧，佢會話係一個即係佛教禪宗嘅背景。嗱，去到幾時有一貫道嘅出現咧？嗱，先天道我哋後邊另集再講嚇。去到第15祖嘅時期，咁啊大概去到19世紀啦。咁19世紀咧，相信因為當時清政府嘅打壓，所以咧佢做咗一次改名。嗱，依次你可以話佢叫改名，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係一個分裂，因為好多人係唔跟住呢一個改咗名嘅宗教，自己另闢好多嘅新宗教。好啦，呢個宗教名好得意，叫做末後一着教，即係由先天道改咗叫末後一着教。嗱，末後一着咧，我唔去解釋啦，因為呢個字係一個佛教嘅佛偈嚟嘅。即係大概話，即係最後機會啦，咁嘅意思啦嚇，咁大家自己去參考。即係好睇到，但大家睇到佢係一個幾有佛教嘅一個色彩喺裏邊啦。好啦，
冇咩講㗎啦呢一代。去到咧第16代咧有一個嘅即係16祖啦叫做劉清虛，先正式將頭先講嘅呢個末後一着教咧改名做一貫道。嗱，一貫道呢個名字咧都係有典故嘅，就係話即係《論語》裏邊咧講咧，即係悟道一以貫之咁樣，即係話即係所有道理咧其實都由一嚟開始，即係融會貫通嘅。同我哋道教嘅即係一嘅觀念其實都幾相近，不過你亦都睇得到佢用《論語》呢句嚟攞，都幾有儒家色彩啊嚇，都幾三教合一嘅。其實佢唔止三教添。好啦，咁劉清虛之後咧就傳俾一個即係去到第17祖咧，即係路中一咧，就係而家嘅一貫道裏邊最比較多人認識嘅其中一個祖師啦，可以咁講。即係叫最比較出名啦。咁去到路中一之後咧，就再傳俾第18祖。咁其實兩夫婦嚟嘅，就係叫張天賢啦，同埋佢老婆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最影響而家一貫道最多人認識嘅，即係嘅祖師啦。亦都呢個時期，亦都係一貫道最高峰、最多人信仰嘅時期。大概咧就係2戰後嘅一個時期，即係40幾年嗰啲時期啦。好啦，嗱咁講翻即係一貫道去到2戰後國民政府嘅時期，其實咧我頭先提到咧話，即係中國係即係叫做都係有打壓呢個一貫道，其實唔係我哋而家即係新中國啦，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其實由國民政府即係當然清政府已經開始啦，但係其實由國民政府咧已經開始有呢個對呢個打壓。點解咧？因為同佢嗰個組織太大有關。嗱，當時咧據說咧喺嗰個時期咧已經去到即係成最高峰期，信徒有1300萬。咁你所以即係呢個係咪咁誇張就冇人知。但可想而知，當時呢個教派唔係一個好細嘅一個教會咁樣，係一個好具組織性、好大規模嘅一個宗教。所以咧，國民政府係有忌諱啦，將佢定義做邪教，其實係由國民政府開始，就唔係由而家我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政府開始，直到即係由定義咗邪教，直到幾時解除，將佢變成合法咧？其實係去到1987年喺台灣而家先開始將佢變翻做合法嘅一個即係宗教組織，之前一直都係唔合法嘅，即係邪教嚟嘅。嗱，咁去到我哋新中國成立啦，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1949年啦，其實咧係冇定義一貫道係邪教，反而咧當時因應當時嘅政治氣候咧，佢會另加咗一個名義俾佢，叫做反動會道門，會乜乜會乜乜道乜乜門。呢一批人咧，全部都係反動嘅，即係一個都幾政治宣傳嘅一個目的嚟嘅。其實即係都係打入去做反動派咁樣，即係可能比法律更加能夠更加有效啊，將佢打造反動派。咁所以一直由呢個反動會道門一直呢個保留到而家。所以頭先我提到嗰個問題就係，譬如你話去年幾個台灣嘅一貫道俾人捉咗咧，都係話佢用反動會道門嚟危害國家利益嘅罪名嚟去將佢拘捕嘅。咁咧呢個咧正正就係點解我哋而家對一貫道甚至乎對先天道有一種比較曖昧啲，你合法定唔合法咧？你係邪教定唔係邪教咧？就正正因為喺邪教外做一個叫反動會道門，而家反動會道門咧，同新中國成立嘅即係嗰個時期咧，亦都係有當時嘅政治嘅因素喺裏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比較複雜嘅問題咯。咁我哋好啦，唔好講呢樣嘢啦，不如我哋提一提，講一講，咁一貫道係點樣嘅一個宗教？是佛是道咧？嗱，頭先提到咧，其實佢開始咧都係即係附佛而產生嘅一個宗教道一個派別啦。咁佢會話自己個頭嗰六祖咧都係禪宗六祖，由達摩開始到六祖慧能。
但係去到七祖咧比較特別啲，佢會話係白馬七祖。咁呢個白馬七祖有爭議性嘅，有啲人會話佢白係白玉禪，係我哋道教嘅金丹派嘅即係第五祖啦。咁於是乎咧，嗱有啲人話唔係啊，但係我哋睇得到一貫道咧，其實裏邊係有一種練內丹或者修練嘅思想喺裏邊，即係佢除咗佛教嘅背景之外，佢仲係有一種修練嘅背景喺裏邊。咁由於佢佛教背景，可能佢就會拜嘅神明有可能有三寶佛啊，亦都有道教神明。但係去到咧18世紀啦，即係去到我諗順治之後100-200年之後咧，100年好啦，開始一貫道有咗自己比較明確嘅一個神譜或者一個神學觀。當時咧就會改變咗，就會話最高嘅神明，直至而家都係會話係無生老母。嗱，無生老母係邊個咧？又係眾說紛紜嘅嚇。不過普遍咧會話佢係瑤池金母，即係西王母。咁佢會喺佢哋嗰個神譜裏邊，一個神學觀裏邊會認為咧，最高嘅神明就唔係我哋道教太上老君、三清嗰啲，係由無生老母開始誕生萬物。嗱，佢嗰個點解叫做先天道咧？未來有機會可以再詳細講。即係佢會大概就話我哋人即係咁樣誕生咧，去到我哋人出現咧，有咗七情六欲之後咧，就變咗我哋係後天啦。所以我哋想翻去先天，就叫做先天道咯。咁所以即係佢會信仰，首先一貫道或者先天道咧嘅特色咧，就係佢會信仰無極老母係最高嘅神明啦。咁同時間咧，佢會希望透過修行去翻先天。而呢個修行係點樣做咧？就唔係禪宗嘅苦行，反而係接近啦守齋。所以點解我頭先提到嗰啲齋姑或者齋公，當時先天道或者一貫道咧，有人會叫佢做齋教，因為佢最主張嘅就係素食主義，食齋啦、守齋啦、單身啦，反而係呢一種嘅即係遠離嘅，即係所以佢好中意定乜乜動咧，即係出去外邊修練清修嘅一個門派。同時間啦，除咗頭先我提過嘅儒釋道，佢係主張五教合一嘅。咁有一啲人去攻擊，即係最近啦，攻擊呢個一貫道，會話：哇，你係咪㗎？你又話佛，又話道，又話拜濟公，又話拜邊個先聖？嗱，佢當佢定義咗呢一個無生老母為最高神明咧，其實佢嗰種教旨咧都幾似我哋道教，或者其他宗教都係。佢會話：我唔排除其他宗教，即係好似話由無生老母開始，下邊好多神明啊嗰啲都好。可能都係一個好似 messenger 嘅角色啦，即係好似譬如伊斯蘭教，佢即係可蘭經都有講，都有提過聖母瑪利亞㗎。佢都唔伊斯蘭教都會接受耶穌呢個人，不過只係真神嘅其中一個 messenger。咁其實同呢個一貫道或者先天道係好相似啦，即係佢會覺得你任何宗教都好，你都係一個可能係神明嘅一個化身嚟傳達呢個信息嘅啫。總之最高嗰個神明一就係無生老母咯。咁呢個同我哋元始天尊咁一氣化三清梵氣嗰個都係差唔多道理。咁所以佢又係五教合一啦，又係有一個修練，甚至乎修練內丹，亦都係主要以守齋為佢嘅一個修持方法啦，即係成道嘅方法啦，最求道嘅方法啦。咁亦都係有附佛同埋附道嘅同埋五教嘅色彩喺裏邊啦。同埋一個好主要嘅就係佢喺清代開始，其實所有嘅聖訓啊，邊個點樣做啊，全部都係透過扶乩嚟做。咁呢個同我哋香港道教就好有關係啦，亦都即係我哋香港亦都係以扶乩立教噶嘛。先天道亦都係，一貫道亦都係啦，即係遺傳咗呢個傳統。咁咧，一貫道其實而家咧喺香港，我相信一定係會有嘅，但係會比較少啦。最主要發展咧就去咗台灣。咁因為我頭先提到由國民政府去到新中國開始咧，其實甚至乎升清政府開始咧，都一直受到打壓啦。咁其實佢係周圍
去嘅，即係佢周圍去發展嘅。東南亞好多地方啦，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都有。咁喺台灣就係一貫道，喺香港咧就係可能都維持翻叫做先天道，因為香港都有好多咩先天道安老院嘅，大家留意下，或者叫做同善社嘅形式。咁呢一個留待未來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下先天道同即係同善社喺香港嘅發展啦。咁喺台灣咧，其實咧去到而家咧，佢會話自己已經係去到除咗佛道以外嘅第三或者要第四啦嚇，唔同講法啦，第三大或者第四大嘅宗教。咁佢裏邊咧已經分咗好多唔同嘅堂咧，分咗好多即係好多條支啦，好多條脈啦。咁台灣嘅一貫道咧，據而家嘅統計咧，大概就絕對唔會有千幾萬人啦，大概有80幾萬人。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好主要，亦都係合法嘅一個宗教啦。咁而我曾經聽過呢個，我都未去考究添，就係一貫道係有入台灣嘅佛聯會嘅。如果大家知道係唔係，就再話俾我聽啦。咁就大概我知嘅資料都係咁上下啦，冇乜補充啦。咁我自己覺得宗教咧就係一個好難定義嘅嘢。我有個朋友好中意咁講，即係佢去講書咧，因為我哋成日都去講書。佢話宗教咧，我諗下佢點講先。我覺得呢句説話好正。佢話即係記住，宗教唔係科學，你唔可以去定義佢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佢啱同錯咯。個人體驗，個人嘅一個宗教體驗，你可以話係啱定錯咩？我覺得係喎，你唔可以唔信我噶嘛。所以變相令到好多爭拗，我覺得又唔可以話冇意義嘅，即係真相係越辯越明啦。但係如果即係大家自己信仰嘅嘢，好難去討論咯。咁我自己覺得，如果大家都係一個以修行為主，希望無論係積善又好，或者自我嘅一個修練，或者自我嘅一個提升嘅方面，其實都係清靜啲啦，柔和啲啦。咁好啦，今日我講拍呢段片好夜啦，我都好攰啦，我唔講咁多啦，我要同啲貓玩啦。好啦，多謝各位。